你有冇發現過，原來喺中大都可以睇到嚟自世界各地嘅文物？今日想同大家去中大文物館嘅新翼參觀下。新翼位於本部，可以由百萬大道或者文化廣場對出嘅樓梯進入。而展館係分為2層嘅，入面嘅環境咧亦都好寬闊，而且空間感好足。即日起至到7月20號，利孝和綠雁群伉儷展覽廳嘅展廳3、4會進行浮世清音展覽，透過書畫、器物等等嘅展品，呈現晚明江南嘅文化生活。今次其實係文物館至今為止最大規模嘅展覽嚟㗎，展品分別嚟自本地同埋海內外嘅著名收藏，包括文物館、上海博物館、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等。我自己咧就特別中意郵球嘅漢宮春曉圖卷同埋張宏嘅紫苑圖冊。文物館亦都開放俾公眾免費參觀，而佢就逢星期4休館。詳細嘅參觀資訊，大家可以留意翻佢嘅社交平台。如果平時落堂經過本部，都不妨入去睇下、行下展覽。有興趣嘅公眾亦都可以入到中大欣賞展覽㗎。